連杜生呢一啲擁有豐富經驗嘅老江湖啊，去到荷里活試鏡都會老貓燒鬚啊！ 咁最後一集，我哋就帶你去到荷里活嘅夢工場起點美帝 No.1 電影學校，睇下可唔可以 outload 成功。咁呢度就係最厲害，就係我第一次嚟到好震撼，就係右手就係 Steven Spielberg， 左手就係 George Lucas。其實讀電影讀啲咩？個意大利導演點解成日拍嗰隻馬？嗰隻馬又代表嗰條男性嗰條賓州啊！仲會去埋星光大道，唔通係做自己粒星？杜生可以整你粒星喎！仲有位啊！仲有位啊！唔使驚啊！仲有位啊！影呢個，影呢個，我嘅。1、2、3。杜生又話揾大哥嘅你呢度，香港嗰個咧，我睇唔到喎。究竟我哋香港嘅演員除咗大哥之外，有冇能力衝出國際呢？做呢行唔係自己走嘅，係俾觀眾踢走嘅。即係你要做到觀眾踢你走為止，即係走啦！咁啊，佢哋唔係咧，我真係嚟屌你個老母，走啊！我要掟你，嗰啲唔係咧，喂，做多次俾你睇下。屌唔係咧，真係好啊，好睇㗎咧，先生啊，再唔撚走，屌你個老母，開出啊，佢走啦，咪咁樣咯。